今仔日是离世祭开当中的忌日，照理讲呢，即天呢是会弹春雷的。也毋过气象署是表示讲，今年这春雷已经提早弹啊，伫咧顶礼拜就弹过啊。这俗语是讲，未到忌日弹雷是会49日乌。也因为伫咧忌日之前就已经弹雷啊，所以最近的天气会加较无稳定。最近的天气变化大，古早人讲未惊得弹雷会49日乌，意思是讲，若伫惊得进前就弹春雷，刷落来一阵仔天气拢会较无好。拜四是惊得，照理讲会弹春雷，但是气象署表示，顶礼拜就已经先弹过春雷啊。其实我们的第一波春雷在上礼拜的时候，大概就已经发生过，发生在我们的宜兰花莲交界这个地方。那其他地方的话，可能在金马地区，在上礼拜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些零星的雷，不过其实没有被观测到。那最近的环境其实还蛮适合有雷发展的，那尤其在我们的海面的部分。气象署讲，拜四下晡，华南风雨区会渐渐离开台湾。各地落雨的情形会较短和，温度小可回温。不过拜五和后礼拜一、拜二，阁会有东北季风落南，到时北部和东半部较会落雨，温度也会较低。若升得以南，是好天为主，早暗的温差较大。受到东北季风或有时候比较偏东风的环境的影响之下，比较容易下雨区域都是在比较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，有时候水汽比较偏多，包含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，甚至在中南部山区下雨的情况相对是比较明显。温度相对比较偏低的时间，落在周六这段时间，温度在北东相对比较偏凉，高温大概落在只有16到20度左右的感觉。气象署提醒，未来一礼拜天气北部和东部温度变化较紧。南部是早暗温差大，民众衫爱穿好少，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，海边仔影会较大，风嘛较透。比起海边仔的民众爱细腻，记者陈心东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